喺手提電話未普及、仲流行 call 機嘅年代，電話亭可以話係香港人唔少得嘅公共設施。不過，而家電話亭已經變得可有可無，究竟佢仲有冇存在嘅價值呢？根據2019年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文件顯示，西貢區現時仍然有超過30個公眾收費電話亭。嗱，你見到咧，其實我入完錢落去咧，佢都係冇任何反應嘅，亦都咧個熒幕係冇任何嘅顯示嘅，所以證明呢個電話亭咧，其實已經係損壞咗㗎啦。區議員表示，西貢區內有唔少嘅電話亭日久失修，有關方面應該要諗計進行活化同埋優化。其實我幾年前已經建議咧，將呢啲電話亭活化改造㗎啦。咁啊，譬如第一咧，可唔可以提供一啲 WiFi 啊，或者充電嘅服務啊，以便一啲旅客或者市民咧應急之用咧。其次咧，其實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咧政府出行嘅資訊㗎，譬如交通啊、天氣啊，或者一啲政府嘅資訊啦。而最後咧，其實將呢啲電話亭咧，亦都可以改裝成為一個打卡點啊。政府而家講咧無處不旅遊啊嘛，其實係咪可以將呢啲電話亭提供翻一啲旅遊嘅資訊，譬如當區嘅一啲美食啊、旅遊景點啊、打卡點嘅資訊，話翻俾我哋一啲旅客或者一啲市民知道咧。而家電話亭咧會唔會涉及到公帑啊？以我所知咧，呢啲電話亭咧其實由電訊商去負責營運嘅費用咁樣嘅。咁啊，但係咧羊毛啊出自羊身上啦。最後電訊商會唔會將呢啲蝕本嘅一啲費用咧，喺其他嘅項目轉嫁喺消費者或者其他市民身上面咧？我哋係不得而知㗎。有冇啲咩建議嘅試點啊？其實我哋西貢區咧已經係移除咗部分嘅一啲電話亭㗎啦。但係譬如我哋身後嘅呢啲位置啦，比較多人流聚集啊，商場或者地鐵站附近嘅位置咧，其實咧都係值得保留呢啲電話亭，而作為一個活化同埋改造嘅用途㗎。咁啊，以我所知咧，喺港島區啦，譬如銅鑼灣為例啦，其實已經係做緊一啲活化電話亭㗎啦。咁啊，可唔可以將呢個計劃咧係延伸到我哋西貢區甚至18區都可以去試行呢？咁我覺得咧係值得去考慮嘅。電話亭喺漫畫世界係主角用嚟變身成為超級英雄嘅地方，而喺現實世界就曾經係市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嘅設施啊！唔知呢個世代嘅年輕人有冇喺電話亭打過電話呢？你有冇用過電話亭啊？冇。你自己有冇用過啊？冇用。你有冇聽過電話亭？聽過。有咩用嘅電話亭？電話亭可以打電話幫助有需要嘅人。係點樣用㗎個電話？首先你要有張電話卡，如果你要緊急時候嘅話，你可以直接打999求助。細個嗰時用㗎啦。係。你記唔記得大約係幾多錢幾多分鐘㗎？係咪1蚊1分鐘啊？我都唔係好記得。好耐冇用過。係。以前係幾時有用過咧？哇！我諗20-30年、20年都有咯，我諗。1蚊任打啊嘛。任打。係啊，冇計時間㗎嘛，香港就係咯。咁而家咧點解唔用電話亭嘅？依家有電話都冇人用啦，家居都冇人用啦，係咪？第一個電話亭設置喺中環雲咸街，喺1954年啟用。到咗90年代，全港電話亭嘅數目曾經有超過1500幾個。不過而家一機在手，要揾朋友嘅話，隨時就可以打電話同埋 send 短信；要揾資料嘅話咧，撳幾下天氣同埋股價都可以即時知道啦。咁電話亭係咪仲有存在嘅必要呢？喺2019年，通訊事務管理局決定拆除平均每日收入少過1蚊嘅電話亭，拆到現時就剩返大約係730個。近年通訊辦就同管理電話亭嘅公司合作，推出智能收費電話亭，並且喺中環同埋銅鑼灣作為試點。而活化咗之後嘅電話亭咧，除咗會提供公眾收費電話服務之外，仲會有免費嘅 WiFi 同埋 USB 充電㗎。近年對於電話亭嘅存廢意見紛紜，有人認為街上某啲嘅電話亭阻擋咗駕駛者嘅視線，又阻住行人過路，應該要盡快拆走。亦都有意見認為設置喺偏遠地區嘅電話亭依然有存在嘅必要。雖然而家電話亭個使用量係極低啊，咁但係我哋亦都應該要諗防患於未然嘅。除咗係一啲活化電話亭之外咧，喺一啲比較偏遠嘅郊區啊、山區嘅地方，當如果啲行山人士遇到一啲信號有故障礙啊，或者接收唔到信號嘅情況，
呢啲電話亭係咪值得保留呢？因為如果可能遇到啲天然災害啊，或者收唔到電話嘅情況咧，呢啲電話亭咧就係有救命嘅用途㗎啦。除咗智能收費電話亭咧，仲可以點樣活化咧？其實外國有好多唔同嘅好嘅例子㗎，有啲就作為一個小型嘅圖書館啦。譬如喺韓國嗰度咧，係將一啲電話亭改造成一個安心亭啊。換言之，如果一啲女士啦或者一啲行人咧遇到危險嘅時候咧，可以入去個電話亭，按下一個紅色嘅按鈕咧，係會自動閂門咧，而且係響起一個警號嘅裝置㗎。咁咧，所以其實好多唔同嘅天馬行空啦嘅一啲諗法咧都可以做嘅。咁而家咧喺香港嘅情況咧，而家政府亦都推動過一個低空經濟啦。咁其實咧，可唔可以將電話亭改造成為一啲無人機嘅升降站，甚至咧係一啲充電嘅設施嘅用途咧？其實林林總總咧好多唔同嘅諗法咧，都可以值得去試行嘅。